超過4000萬嘅工存款咧，追咗幾年啦，個對方都唔肯還錢，最後尾一個逆天嘅操作將筆錢追翻。職場情商重要定係智商重要？咁啊，解決大事咧就係靠智商嘅，真係一個真實案例。廣州本土超級大企業有一筆超過4000萬嘅工存款咧，追咗幾年啦，個對方都唔肯還錢，最後尾一個逆天嘅操作將筆錢追翻嚟。係喺呢一個大企業內部有人發現咗一個第三方嘅企業爭咗呢一個對方嘅一筆巨款，佢亦都係想準備還錢俾呢個對方嘅。於是咧呢個大企業咧就跳過咗呢個對方，直接揾呢個第三方，大家傾掂咗喎，佢直接將還俾佢嘅錢還咗俾佢。提問係咪廣州啊？唔講得㗎。講你呢啲事咧，咁啊百年難得一遇，平時邊會遇到啊？普通牛馬。所以日常咪就要靠情商咯。職場唔係犯罪現場啊嘛，你好多嘢唔係話一定要高智商去解決嘅，一個普通嘅高校畢業生都可以去處理㗎嘛。人類咧對於啲負面嘢咧，其實咧印象特別深刻嘅。即係你嘅上司未必會記住你早到遲退、廢寢忘食加班，會因為開會嘅時候佢搏命咁樣斬到抽筋咁樣暗示你斟茶遞水，你毫冇反應而記住你。遇上一啲情商低嘅實習生啊，望到領導望住佢眨眼啊，仲以為暗戀佢添啊。所以入職嘅時候咧，就收埋你呢啲好高騖遠嘅心態啊、懶有智慧嘅嗰啲行為啊，跟住乖乖地做個醒目嘅新丁就 OK 啦。嗱，你養精蓄銳，持續解決小事，一旦遇到大事咧，就係一鳴驚人嘅時候啦。